大圍後巷洗餐具、銅鑼灣街污水聚、垃圾鼠患遍地積水，呢啲並唔係單一事件，而係多年嚟唔同媒體都有報道過嘅事實。但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呢啲問題近年好似越嚟越嚴重？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氣候變化。相信大家對氣候變化已經唔陌生，就例如喺2025年8月，黑雨已經發生咗4次。天文台數據顯示，同類極端降雨事件只會越趨頻繁，雨勢更集中、更猛烈，排水系統根本頂唔順。最近我哋就收到中學生嘅報料，話佢哋整咗個發明，專對付後巷積水。我哋而家打電話俾佢哋聽下。你哋好啊，你哋係咪有樣發明想介紹？係啊，我哋設計咗一隻5層結構嘅淨水發光磚，專門解決積水問題。可唔可以逐層同我哋講解下？第一層係光觸媒自潔表層，有陽光嘅時候會分解污垢同異味。我成日都覺得後巷啲味好勁㗎，其實啲味喺邊度嚟㗎？除咗積水，仲有汽車廢氣同埋周圍嘅煙味，而光觸媒就可以分解空氣入面嘅有機污染物。咁得意？咁夜晚冇陽光嘅時候呢？夜晚佢會發光，輔助照明。除咗後巷呢啲就日照面積少嘅地方之外，仲可以放喺村屋之間冇街燈嘅道路。咁咪又慳電又安全。第二層係吸附過濾層，我哋用活性炭同廢石吸走水入面嘅重金屬同油脂。第三層係抗菌納米纖維膜。第四層就係微生物生態降解層，有益嘅微生物會分解有機物同埋營養液。文獻數據顯示，總氮去除率提升咗34%，而總磷提升咗47%。而第五層就係一個導流系統，傳統排水係將水集中排走，但大量嘅雨水已經超出咗排水系統嘅負荷。相反，我哋嘅設計係將水分散到地磚嘅四邊，如果側邊有樹，水就可以直接灌溉；冇樹嘅話，就收集返嚟清洗街道。即係唔浪費啲水，仲可以回收再用。係啊，我哋希望可以連結海綿城市嘅概念。原來係咁，咁你哋點證明你哋嘅發明可行啊？我哋喺學校嘅實驗室進行咗實驗，模擬污水被過濾嘅情況。我哋用咗一啲園藝嘅材料嚟取代市面上冇嘅化學原料。另外，我哋亦都保持咗環境因素嘅一致性，以及整咗一個得紗布嘅濾水瓶作為實驗對照。實驗結果得出兩個濾水器都有濾水功效。由於紗布只係物理阻隔，加鹽嘅水仍然污糟，但係我哋嘅設計包含咗紗布嘅功效，仲會分解污水入面嘅物質。可見我哋嘅發明有一定嘅可行性。2個中學生一個發明，解決咗困擾後巷多年嘅積水問題。我哋會持續跟進落去。我哋下集再見。